超優惠嘅，設計都未計係咪啊？幾有創意嘅。手工都靚啊！好，呢、個啡色仲有一件，係啦，啡狀杏色背心，下身襯白色啊杏色褲咧都靚嘅。好啦，呢、一個啡色仲有一件啊，109。好多謝翻新員 ，thank you。哎呀，翻新員陰公仲未瞓嘅，快啲休息啦，翻新員。我以為你瞓咗覺喎。你把聲咧真係翻新員。好毛管動啊！翻新員，翻新員毛管動。好啦，嚟啦，好啡色係Francis 啦，親愛的，白綠色係 Liu E， 跟住綠色 Love Low 同埋杏色嘅 Fanny Tan，即係每位朋友啱啱好。好，咁我哋 cap 圖啦，4位，倒數5秒。陰公豬啦。 5、4、3、2、1，1、2、3、4、5，1、2、3，OK。聽到你把聲都醒晒㗎，毛管動。震到，唉！我一 part time 嚟嘅咋，而家收台真係要收工㗎啦。真係。希望老細又好好啦，係咪？毛管動係咪啊？係咩？我個人都係好讓大家覺得咁㗎，係咪先？感動到你嘅心係嘛？終有一天感動你。咦？仲有多一個咩？哦，好啊，哦，加插一個彩蛋。要瞓覺啦，各位，真係嘅要瞓覺。講真嘅，因為好多支持嘅朋友有時咧，都已經好支持㗎啦。大家健康係好重要，包括阿大妹啦、阿東成嘅健康都好重要。我呢啲小編咧，健康就唔係小編就唔好理佢啦。小編呢啲由得佢啦由得佢啦，由得佢。好，到呢一件啊，各位。好啦，到呢一件好靚，我記得好似出過 post 嘅。好啦，我哋今晚直播咧，最後呢一件彩蛋嘅衫啦，好靚，灰色冇咗，係啦，灰色有朋友買咗啦。咁現在有2件黑，1件白色，就係呢一件，牌子都靚嘅。咁手袖咧做咗個 see-through 格仔紋，咁我淨係睇呢幅相都，我覺得好收貨咯，白色都靚。好，俾埋近鏡大家望下。佢中間咧呢個 pattern 咧係一個印花咯，佢仲有個印，唔係喎，睇下先，刺繡加印花，係啦，有啲刺繡喺度嘅，同埋手就係做咗個公主袖嘅。我睇下確實個數量先啊！唔係喎，有22啊 ，sorry。哦，即係兩黑兩白。係啊係。多謝大妹啊，辛苦你啊！今晚你都奔波勞碌啦。俾埋尺寸大家。多謝你同阿東成咧，都係好努力㗎。好，有2件黑2件白，胸闊咧48，長度係21。哇！48長到21。長到22啊。22。着咗上公仔度，因為完美啊！但係咧個 pattern 好靚，我諗佢個重點係推介個印花，做得好靚嘅，同平時嗰啲佢印上去普通嗰啲唔同，佢係刺繡，跟住再印咗個好靚嘅藍色 pattern。咁手袖都係做得好靚，公主袖立體型。其實個手袖係加分嘅，即係佢有少少歐洲時裝啲名牌。係啊係啊，冇錯。向啲名牌致敬咁。咁佢又電腦車花啦，見到同埋手袖佢係一個 see-through 嘅設計。咁同一般棉質 T 咧，嗱呢個只係2個點，背脊仲有個 design 嘅，背脊係個燕尾嘅。好，背脊呢度。係啦，大家睇到個背脊少少開叉咁樣。個背脊先係靚嗰個地方。你唔好睇少喎，因為 T 恤好少做到咁細心，背脊嗰度開叉嘅喎。你着得出街，人哋見到咧就係唔同 level 㗎啦。即係等於你孭個手袋，你孭 Hermes 同孭 LV 都有2個 level 層次喺度啦。大家聽得明我講咩嗬？雖然2個都係一線品牌。係啦，但係 Hermes 都仲高幾個 level 嘅。好，黑色有2件，白色咧仲有1件，就係着緊呢一個啦 model。OK。
好，俾埋個價錢大家。好啊好啊，我見到 Francis 咧話支持阿欣欣，東城你會唔會支持佢啊？東城嘅支持啦。我係小編嚟嘅啫，我冇人支持都冇所謂嘅，最緊要東城有人支持，係咪？知唔知 Francis 第一個報名嘅旅行團？哦，多謝 Francis。梗係支持啦，多謝 Francis 哦，你快啲休息咯。聽完你咁講嘢，瞓唔到啦，毛管戙。有啦 ，Candy Chan 白色 mark 咗俾你。快啲休息咯。好啦，OK，價錢係呢個係啦，今晚最後一件嘅貨品啦，99蚊。咁應該數量仲有1克、2克100，係啦，2克100，99現貨嚟嘅。入咗數咧，可以幫大家安排寄出㗎啦。好，仲有2件黑。我哋排着埋落公仔我哋排名 number 4啊！呢啲冇意思嘅，你覺得我哋係咪真係排名 number 4啊？你再等到凌晨5點咧，排名 number 1，排名 number 1添啊！因為而家冇人做直播啊嘛，你有我哋咁多年嘅顧客，你就知啦。我哋最勁嗰陣時，撩個鼻唞個呼吸都300幾人睇緊㗎。應該係疫情嗰陣啊，係嘛？而家呢啲真係實在太濕碎啊！完全嗱，我哋有底氣嘅做人，如果唔係越做越差嘅。因為我覺得啲衫對得住大家，嗱你買咗翻去你一定會滿意，唔滿意我寫包單退錢，今晚任何一個款都得。好啦，黑色仲有1件啊！嗰啲直播排名就 Facebook 搞啲新意思啫，其實都冇乜意思。我又唔代表我今晚個銷量嘅，今晚個銷量排名第4，全香港都淪陷啊！其他台都唔認同啊！嚇咁呢個銷量排名第4，瞓覺㗎咯喎！我下次會棘走嗰個。係棘走嗰個，唔好睇仲好啊！好啦 ，OK， 黑色仲有2件啊，各位，白色冇晒啦。嗰陣時疫情真係係 OK 嘅。一開直播咧，哇我試過最勁900幾人，真係900幾人，哇！跟住我同小編呆咗，哇！做咩咁多人嘅？你同東城。我同東城。啲角色先，而家東城退下來啫嘛。好啦 ，OK，Liu 喂完啦個時間，原來差唔多冇電啦電話。好啦，Liu 黑色仲有1件。Capital 啦，Liu Candy Chan 同埋。謝 Judy， 黑色仲有1件。Capital 啦。OK， 好，倒數5秒，3位可以 Capital 啦。5、4、3、2、1，1、2、3、4、5、1、2、3，OK。好啦，因為電話冇電啊，咁咧都好多謝大家咧2晚嘅替我哋嘅護航加油。我俾呢個你喂。咁要同大家講聲啦，晚安啦，辛苦晒大家，多謝大家支持，我哋會繼續努力，不懈。好啦，再見，多謝各位。快啲瞓啊，各位，關心妍快啲瞓啊！拜拜。拜拜。你要用翻我個語調同翻新妍講 good night。Francis，快啲瞓啦！好啦，冇聲啦，小編都好攰啦，好努力工作啊！好啦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